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，差不多咱逐工新闻拢会报道警察，会当感受到警察的工课实在是真辛苦嘛，真复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读做册，警察的册，读书啊册第4条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册是查问、查实、判断的意思，咱讲观察；若是明察道理，咱讲是察理、裁决。古早讲是察决。另外，佫有考核是察，咱讲是考察；若是无注意，咱讲失觉察；若是查察病情，咱讲是侦察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警察，咱一般民间真侪人拢是读俗音，读做是警察，也毋过照台语字典，全部字典拢是读做警察，也就是依法来维持公共秩序、保护社会安宁的治安人员。较早嘛有人讲是代人。第2个词读做失觉察，意思就是无注意，嘛会当讲是失误、差错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合做伙。迄阵讲阿明骑车一时失觉察，规个放伫落地的纸票全部拢压出来。好咧加载，警察替伊倒找倒转来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册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